簽人數31節按用人講到，喺額嘅字唔冇反對上帝嘅交出嘅真理，唔冇反對上帝交出嘅命令，因為到佢交代唔冇無散嘅交出一個行圖嘅方面，簽人數32節按樣講到，因為上帝交出好嘅路本隆重嘅寫嘅。就是像日日阿爸寫嘅個字樣人，佢教嘅個字上帝寫一個教攏眾人相信佢啥都係好嘅路，對嘅路，因為像日日阿爸教爸嘅個字樣人，上帝嘅愛有個睇，比一個社會裏嘅愛教出一個嘅字因為上帝唔是表現攏眾人相信佢，攏眾人愛佢，攏眾人寫佢，叫你通才教出一個命令，教出一個路。得勝嘅路，平安嘅路，快樂嘅路，萬人相信嘅啥，得到嘅福，主祝福大家，阿門。